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10月1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新能源汽车。这个新能源汽车现在可以说到了一个分水岭就是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候。一是新能源汽车销量不断的上涨，它的这个渗透力也就是每卖100辆汽车，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占比，这是新车销量那么新能源汽车已经突破了50%了。但是同时跟这个巨大的销量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新能源汽车的口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以某个新势力为代表的那个口碑翻车为什么翻车呢？恐怕大家也知道主要还是它的那种营销方式它的那种对安全的这个态度。这个第一财经日报11月10号发表一篇文章，叫车圈营销乱象正裹挟消费者，业内批汽车营销大字吹牛，小字免责，遥遥领先，反复洗脑，大字吸金，小字免责，饥饿营销，订单注水，不抢就没，周版内卷。这个第一财经日报它引用的是中国当代北京现代副总经理周斌，用的是他的话。这个周斌用4组词32个字点名批评汽车行业的营销乱象，车企浮夸造势的遮羞布也被揭下。他说限量饥饿营销加订单注水，制造不抢就没有的焦虑。或许有些友商陷在了销量周版内卷里，反而忽略了最核心的本质。当互联网公司跨界进入汽车制造业后，原本简单朴素的车穿营销方式被打破，一系列营销怪象随之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这些营销噱头不仅消费者感到无所适从，也让原本汽车行业的从业人员瞠目结舌，大开眼界。以前从没想到汽车营销还能这么玩。也就是说某互联网公司进入汽车行业之后，给原来的汽车行业的那些老登打个引号老登狠狠地上了一课，给他们重新定义了一下什么叫汽车营销。多位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行业相关人士认为，现在汽车营销多了很多预制菜，活动现场的图片是彩排拍好的，氛围组人员是提前安排好的，甚至连订单数据也是动过手脚的。而这些营销怪象的目的都指向一个造势，促成消费者下单。你不下单你就吃亏了，对吧？让消费者感觉到不下单就吃亏了，让消费者感受到你不下单就没了，抢都抢不到。当营销造势的浮夸之风盖过造车的核心本质后，接连出现安全事故、技术缺陷，一步一步的蚕食着消费者的信任。具有30年国际公关经验的独立汽车行业观察人士、著名公共关系专家李毅新对第一财经表示互联网公司把原有行业营销理念和方式带到汽车行业来，作为一种尝试和创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们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之前的产品是个人化的消费电子产品，对真实场景的事件依赖不大，独立性很强，协同性要求不高。但是对汽车作为一个社会协同性要求很高的产品而言，他们经验是需要修正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生命安全，二者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语。这个是第一财经日报在几天前一个报道，大家回忆一下那个时候第一财经日报还有什么经济观察报，很多媒体新闻周刊都同时在发这样的报道，对吧？主要是指出这个新能源汽车圈的营销这个浮夸风，对吧？咱们也做过好多节目聊过。我为什么对汽车这一块比对手机更关注呢？实际上跟刚才的专家说的一样的，因为你汽车不仅影响了你驾驶人员的安全，还有乘客的安全，更有公共的安全。手机，对吧？你顶多最厉害、最恶劣就电池爆炸，但是这个也是概率非常小的一个极端事件，对吧？电池爆炸，那它的伤害，对吧？也不会像汽车这样这么大。汽车一旦出事，就是人命还有财产的重大损失某个品牌的汽车，那简直就是人家以前说那个司机不行，叫马路杀手。那这个品牌的汽车呢，就简直人家网友送了个名字叫绿化带杀手，撞这个绿化带失控嘛。如果说这些媒体是水军，对吧？也某些这个受到批评的受到网友指责的这个车企他哭诉，对吧？他叫苦，倒打一耙，他说这都是水军、黑公关、友商，然后他们动用他们的法务部，对吧？去到处投诉举报，让很多
多作品下架，号称有7000法务啊，这都是网友说的啊，对吧？法务啊，远远大于它的研发力量。现在已经导致什么呢？导致不点名，大家也知道说的是谁。到这种地步，你法务你还有什么办法呢？人家什么作为不提你的名字，也不提你的品牌，什么都不提，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说的是谁啊。如果说这是黑公关，对吧？这是友商眼红的，还有很多啊，他的粉丝啊，他的那个死忠粉还是维护这个品牌的，他们就认为啊，这是水军，这是友商啊，这是坏人，这是嫉妒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这是嫉妒什么互联网品牌等等啊。那接下来啊，新华社昨天啊又给这种车圈营销乱象来了一记闷棍。这个新华社它是一个视频啊，大家自己可以去找着看，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新华视频关于车圈乱象的点评论呢。这个评论你总不能说又是水军吧？新华社是谁的水军呢？不能乱说啊，对吧？新华社可不可能是某个品牌的水军呢？这个新华视频这么说的啊，不点一个车企的名字，对吧？处处都没有啊，但是你一看就处处都在说某个车企，所以这个新华视频啊，新华社那也很厉害啊，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10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1.6%啊，也就是过半了啊，占有率首次过半。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备受瞩目。然而，在产销2万的背后，一些值得警惕的行业隐忧也逐渐浮现。当前部分车企陷入重营销、轻研发、重概念、轻实用的竞争误区，发布会沦为专业术语与浮夸话术的秀场，零件命名就是汽车的零部件命名，追求武侠风，普通技术被刻意神秘化，配置名称越来越难记难懂，被网民批评为语言腐败。更有甚者，通过拉踩同行、阴阳友商等手段博取关注，迷信黑红也是红，有了流量就是成功，让消费者在信息爆炸中掉入营销陷阱。浮夸风、巧嘴风还吹向销售数据，有的车企热衷于发布几分钟破万等亮眼战绩，甚至出现订单注水乱象，频繁发布周期过短的数据榜单，逐渐异化为营销工具，既干扰消费者判断，也加剧行业内卷。说的是哪个车企呢？这就不点名也相当于点名了啊。这个新华社下面说啊，他说今年9月，工信部等部门联合启动汽车行业网络乱象专项整治，重点打击夸大与虚假宣传，这是对此类乱象的及时回应。浮夸赢不来真口碑，巧嘴说不出硬实力。车企若只沉迷于营销包装，而忽视核心技术研发，终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露出短板。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最终要依靠安全可靠的品质、持续创新的能力与真诚服务的务实的服务。唯有让技术回归技术，让产品说话，中国汽车产业才能真正的实现由大到强的跨越。这个新华社啊，没有点任何名字，但是我看大家恐怕一看就知道说的是哪一家。所以最近啊，这个该企业的创始人呢，连发好多微博为自己辩解，说我没有不注意安全，我们始终把安全放第一。但是啊，这微博发的越多，狡辩的越多，网友越反感。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少了一份真诚。这个新能源汽车现在卷到什么程度呢？对吧？新能源汽车未来大家都知道，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这些造车新势力很多车企的这些创始人他们说的。这个小鹏汽车的何小鹏，对吧？他早就说了啊，未来只会剩下5家车企。那你说现在我们的车企有多少家？我记得好像是130多家啊。咱们天天念叨的这些，那都是头部啊，整车厂商还有很多的吧，一共130多家。这个小鹏汽车的创始人何小鹏就说了，这只会剩5家车企啊。实际上啊，这个华为的余承东、小米的雷军，还吉利的李书福都说过类似的话，也就是未来剩不了几家车企，所以大家竞争就非常激烈嘛。所以我们先说说啊，这个目前新能源汽车面临的不仅是口碑的翻车，还有其他的一些困境。也就是我们要知道新能源汽车现在面临什么个情况。这个还是第一财经啊发布，10月新能源汽车新车降价幅度超11%。2025年10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降价车型降价力度算数平均达到了 1.8 万元，降价力度达到 11%。这是乘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近日在分析文章中透露的
一组数据，这个数据也不是别人编的啊，而是乘联会的这个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他统计的啊。他说，今年1到10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降价车型降价力度算术平均值达到了2.1万元，降价力度达到了10.8%。第一财经记者梳理发现，从纵向对比来看，这样的降价力度仅次于2022年13%，而从今年情况来看，10月份的降价力度也超过了9月，9月份是9.8%。你看看啊，大家也记住了，咱们好像7月份还是8月份，工信部喊出来是反内卷呢。在这种大背景下，反内卷的大背景下，10月份新能源汽车降价幅度还超过了9月份，你就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叫卷，这叫竞争，你不降价卖不掉，产能过剩，就是这么个现状，对吧？这个企业都对吧，都按了手印啊，都同时的吧，向主管部门承诺，我们绝不乱降价，对吧？绝不无序降价。但就在这种承诺之下，它还在降价，顶着压力降价。从2025年前10月整体情况来看，新能源汽车降价力度也高于整体市场。今年前10月，常规燃油车新车降价车型降价力度算术平均达到1.4万元，降价力度达到8.4%。总体乘用车市场新车降价车型降价力度算术平均值达到了1.9万元，降价力度达到10.3%啊。促销力度方面，今年10月的新能源汽车促销下降到9.8%的中高位，较上月微降0.4个百分点。根据乘联分会统计，在今年10月降价规模14款车中，纯电动车型6款，较去年同期增加了4款。纯电动车型新车降价后的均价是13.8万元，降价幅度达到了1.2万元，新车降价力度达到了8%。而从细分车型来看，无论是纯电还是插混，国央企的新车降价动作幅度更大。也就是说啊，不光是那些造车新势力、互联网品牌降价，国央企的新车降价动作更大，那就说明什么？说明主管部门反内卷，对吧？成了一句口号，对吧？一边是反内卷，一边是要活下来。你这个活下来了，你才能反内卷，对吧？你要真的反内卷，你活不下来。所以说，你看看，这不就是个怪圈吗？这个崔东树认为啊，今年10月的纯电动的降价规模总体很大，尤其是部分车型指导价的下探降价达到了10%以上。根据竞品调整，其价格下探的力度惊人。崔东树认为啊，由于头部领军企业的价格很有竞争力，对应竞品需要大力调整，这样的降价是必然的趋势。降价促销的背后，中国车企仍然需要重视盈利能力。在目前已经公布财报的车企中，长城汽车 Q3 盈利下滑幅度超过30%，长安汽车 Q3 规模净利润同比下滑14.66%，东风股份虽然 Q3归属净利润为正，但扣非后仍然亏损1.15亿元。广汽集团则交出上市以来亏损最高的三季报 ，Q3 净亏损17.7亿元，亏损额同比扩大27%。为什么这么多国企、央企亏损？说来说去啊，就新能源汽车这个蛋糕就这么大，对吧？那些品牌能营销，善于讲故事，蛋糕切得的更多。昨天晚上啊，11月18日晚间，小米集团公布2025年3季度业绩，这是财经网发布的啊。小米宣布，预计本周内将完成全年35万辆的销售目标，预计明年交付规模将进一步增长。3季度小米交付新车10.88万辆，前3季度累计交付26.6万辆，较2季度8.13万辆交付量进一步增长，其中10月单月交付量超过4万辆。目前新势力车企中年销量超过35万辆的只有理想汽车。3季度小米汽车这个业务毛利率25.5%，环比下滑0.9个百分点，也就是它的利润率是在下降的啊。展望2026年，卢伟斌啊，也是小米的这个应该是总裁吧，称形势非常有挑战。2026年购置税补贴政策将开始减半。你看看啊，这个新能源汽车购置税补贴力度就下降了。这个新能源汽车为什么能占到新车销量的一半？这不就是各种补贴政策吗？对吧？所有的这个道路交通这些成本啊，油车扛了，对吧？新能源汽车是白嫖。一旦这些啊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特殊补贴政策取消，对吧？那是真正的灾难就来临。这个卢伟斌说啊，他说小米
已采取应对措施，预计明年毛利率会有所下降。10月24日，小米宣布跨年购置税补贴方案，11月30日前锁单的车主可获跨年购置税差额补贴，上限为1.5万元，适用于小米汽车目前全部的3款车型。卖每一辆新能源汽车，国家还有补贴。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新闻啊，就是特斯拉把杭州的一个叫无忧传媒吧，还是什么一个传媒给告了。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啊。特斯拉告这家公司告什么呢？好像说是去年还是前年，特斯拉卖给这家公司一辆汽车，但是特斯拉要求你把这车买回去之后啊，你是1年还是2年啊？你必须要行驶了2万公里，因为你只有行驶了2万公里，2年之内2万公里，然后国家才有补贴。而这个补贴呢，是由特斯拉这个厂先行垫付给车主了，就是你买车的时候已经把这补贴给你算了，就相当于说车款就给你扣掉了，这样你这车才便宜啊。好，你把车提回去了，你这按照这个当时买车的协议啊，你必须2年要跑到2万公里，结果他车买回去之后2年没跑到2万公里，只跑了1万公里。好，那么国家对他的补贴就没有了，本来这个国家补贴就相当于返到特斯拉这儿，特斯拉就收不到这笔钱，所以特斯拉就要求这个叫无忧传媒吧，你给特斯拉退回这个补贴，因为这个补贴是特斯拉垫付的，所以他把咣当就给他告了。这个补贴多少钱呢？我看了一下，好像是7000多块钱。你买辆新能源汽车，国家给你补贴7000块，要不然新能源汽车为什么卖的这么快啊？这个补贴一旦取消，哪有那么多人愿意买新能源汽车？就是目前啊，这个补贴还要补贴到什么时候啊？这个关于新能源汽车这个竞争啊，这个毛利对吧，以及补贴政策，目前就这么个情况。对新能源汽车来说啊，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拐点。这还没有完呢，这还有行业主管部门对汽车的要求。最近是吧？是我看交通部还是什么工信部，他们也开始对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加速进行限制。这又是第一财经报道的啊。11月12号，叫公安部将限制汽车100公里加速小于5秒，推动汽车安全行驶，相关部门正在行动。近日，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标准修订计划，公安部组织完成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及限速要求，乘用车每次启动后应处于100公里加速时间不少于5秒的静默状态。这个让人感觉好像这一条是专门针对哪个车企设的，免得你去崩直线呢，对吧？你那个汽车卖的都是小年轻人，对吧？这是很多有些车企的卖点呢，这下还给你限制了，对吧？免得给你插个翅膀你就能飞呀。这还没完啊，好像这个广告法也要改。也就是说啊，关于新能源汽车这些行业的一些乱象，对吧？无论是技术标准还是到这个营销规范，恐怕都在收紧。从这个行业补贴到政策扶持啊，恐怕都在收缩啊。说到这个咱们新能源汽车的这些乱象啊，这个据说是国外网友啊做了一个视频，大家看视频啊。这是国外网友拍的一个调侃讽刺我们新能源汽车遥遥领先的段子。套餐余额不足，车辆将无法启动，请及时充值。账户余额充足，系统已恢复正常。您的空调套餐余额不足，将不能使用空调，请及时充值。算了，不管它。的刹车套餐余额不足，将无法刹车，请及时充值。已通过人脸识别为您开通信用贷，本次刹车服务已计入费用。开通就开通吧，安全第一。次加速扣费3元，本次刹车扣费10元，空调扣费每分钟3元，防晒天幕每分钟扣费2元。本次气囊使用费用12000元，您的信用已不足，已通过人脸识别抵押您的房产。看过视频，火冒三丈，爱国心切，本想对着屏幕怒斥，这是造谣、污蔑、诽谤。我们高科技企业法务可不是摆设，天涯海角也不会放过你。可静心一想，这何尝不是我们某些新能源企业正在全力探索，甚至早已落实的一个发展方向？想着想着，顿感自己底气不足了。
这个现象不是某一家造车新势力独有的，对吧？实际上咱们很多新能源汽车都是这么干，对吧？你硬件买回去了，你想开通，对吧？你想用还要交钱，软件交钱能理解啊，就是软件不停的要升级啊，对吧？因为它这个人家升级是有成本的啊，那你开通这个软件，你交一定的费用，这可以理解啊。但是硬件，你比如说那个座椅加热，那电阻丝，对吧？那加热东西都已经在你屁股底下装好了，对吧？我只是按一下按钮，它就该加热，这为啥还要交钱呢？这就是无底线。还有一个啊，相较于这个新能源汽车蒸蒸日上，这个产销2万，就是这个销量啊在增长。与此同时呢，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工人的待遇，对吧？这个待遇却一言难尽啊。最近一份报告显示啊，在造船业，中国工人的平均产出是美国的 2.85 倍，一个工人产出啊。钢铁行业，中国工人的平均产出是美国的325倍。光伏组件，中国工人的平均产出是美国的 2.06 倍。水泥产业，中国工人的平均产出啊是美国的 1.09 倍啊。正因为是这样呢，所以说很多跨国企业才愿意把工厂设在中国的原因之一。以上海的特斯拉为例啊，上海特斯拉一家的产量超过了全球其他特斯拉工厂的总和，但与之不匹配的是，中国同行业的工人工资远远低于美国造船业，中国工人工资只有美国的 17%， 钢铁产业中国工人平均工资只有美国的 16%， 光伏组件中国工人平均工资只有美国的 21%， 水泥行业中国工人平均工资只有美国的 22%。 以特斯拉为例啊，中国工人的产出是美国工人的 2.37 倍，但是工资只有美国工人的 17%。 我们不能否认啊，就是比如说欧美发达地区他们工资高，这个也是正常现象，但是相比较这个产出和工人的收入，那咱们的差距还是有点大呀。即便这么大的差距，那特斯拉的待遇要好过国内其他的同行，那也就是你国内其他的造车新势力，那待遇不就是一言难尽吗？要不然你怎么在巴西的这个是吧建那个新能源汽车基地的时候，那巴西的劳工部门去说你这就是奴工啊，奴隶啊，那待遇的吧？虽然是搞建筑的，不是生产新能源汽车，是在那搞建筑被人抓住了，但是至少说明你对工人这个待遇太差。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这个现象你不能长久，工人的待遇肯定得逐步提高，那这个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来说是不是一个成本，对吧？而内卷越来越加剧，行业监管越来越严，补贴越来越少，然后还对供应链的管理，对吧？这个要求啊，对上下游供应商账期不能超过60天，哎，这个都是今年的治理成果啊。比亚迪都已经放弃提炼，那这个有新闻报道啊，那是被逼的嘛？那这一套你玩不下去了。所以说在这种大背景下，这个新能源汽车行业，我觉得像极了啊2020年的房地产，就是勒在房地产脖子上的绳子越来越紧，什么3条红线，对吧？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各种层层加码，最后2021年很大暴雷。你看现在新能源汽车行业似乎啊，就像2020年的房地产行业。今年那个长城的魏建军呢，对吧？他在采访的时候就已经公开说了，新能源汽车里面的恒大已经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发现，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比亚迪好像就低调了好多。比亚迪的产量、销量，这个销量主要是国内啊，你国外你很难说啊，都已经见顶回落，对吧？他在7月份还是几月份，他已经调低了今年目标销量，这是比亚迪排第一的，调低了今年在国内的目标销量，都是叫见顶。所以说啊，但是没想到的有另外一家互联网汽车品牌，在整个9月份、10月份拯救了比亚迪，吸引了本来应该是比亚迪这个承受的这些炮火。哎，大家有没有发现，还一切都是靠同行衬托啊？实际上啊，从股价走势啊就能看出这些车企到底目前是什么个境遇，因为资本这些机构开始拿脚投票，说明形势不妙啊！春江水暖鸭先知，这些机构啊，他们是嗅觉最灵敏的，对吧？他们采取的是叫先跑为上，一定是有原因啊！所以我今天看到新华社啊出面评论车圈的这个乱象，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信号，也就是说连主管部门都看不下去了。前面为了发展新能源汽车，创造了一个非常宽松的舆论环境、监督环境，现在一看不行了，对吧？确实乱得不成样子了，不管是任由其发展，最终会毁了，对吧？这个新能源汽车行业。所以不得不出手啊！我们密切关注。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